湯姆漢克斯模仿川粉表演涉歧視被攻惡心。好萊塢影星湯姆漢克斯 Tom Hanks 近日在周六夜現場 Saturday Night Live 播出50週年特別節目 SNL50中，戴上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帽子，模仿川普 Donald Trump 支持者，演出具嘲諷意味的種族歧視行為，在網路上引起川普支持者反彈，批評惡心。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NBC 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日前播出特別節目，把歷年的經典短劇再搬上熒幕。湯姆漢克斯重新飾演他在2016年曾演過的川普支持者杜格特。短劇模仿老牌益智節目危險境地 Jeopardy， 改編為黑人危險境地 Black Jeopardy， 用幽默的方式呈現黑人文化和社會議題。周六夜現場短劇中，黑人主持人肯南湯普森上前與杜格握手時，杜格一開始退後。周六夜現場短劇中，黑人主持人肯南湯普森上前與杜格握手時，杜格一開始退後一步，似乎害怕與他握手，後來才勉強接受。這一幕在社群媒體上引發許多川普支持者的不滿聲浪，取材自 YouTube。湯姆漢克斯飾演的杜格是一個戴住MAGA帽子的白人男性。在這次演出中，當黑人主持人肯南湯普森 Kenan Thompson 上前與杜格握手時，杜格一開始退後一步，似乎害怕與他握手，後來才勉強接受。這一幕在社群媒體上引發許多川普支持者的不滿聲浪。有 X 用戶批評湯姆漢克斯的表演尷尬且了無新意，只是在重複利用舊的素材。有人寫道，湯姆第一次演出這個小品時已經表演過拒絕握手的戲碼，當時這個橋段是湯姆漢克斯的即興創作，而這次的演出則讓人感到尷尬。川普支持者批評湯姆漢克斯惡心，主張這是刻意醜化川粉的過時角色，強調川普 Donald Trump 在大選中獲得各種族裔選民支持，不只贏得總統大選，在普選票中也是勝出。曾擔任政治人物小羅勃金地 Robert F. Kennedy Jr.B 顧問的勞倫 Link Lauren 在社群媒體 X 寫道，這種老掉牙的把種族歧視標籤貼上 MAGA 的套路真是惡心。SNL 只是給自以為高人一等的自由派精英觀看的無趣節目。也有人批評周六夜現場拼命抹黑川普支持者是種族歧視，這種做法老套又可悲。他們或許應該專注在怎麼搞笑，而不是操弄這些議題，收視率就不會往下掉。